上山几啊？不是，是。周康诶，你要来插啥代志？雷公就雷公，莫黑白啊改变周康诶。严先生啊，希望你予我一个面子，将这三个甲放走，你收啥款啊？你真正要插？袂插，啊，唔通关我无客去。恁三个先走。阿娘，对我来。好啊，你这个周康诶，敢若地下是甲我帮啊好，奥运白面，在叫所有人来提这个乱是。新妇啊，你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啦？还没说有要紧无要紧，迄叫严总，我拍一个我无死无嘛爱半条命。在来拢是我咧拍人诶，我唔知红牌遐尼艰苦。哎呦，你着来想讲话，佫遐有困难啦！我来，雷公啊。你讲先生，多谢你救阮出来吼。阿娘，紧诶，闲话莫讲，我紧吼带恁来倒来去房间。啊，若无吼，等下恁着爱去轮回，知无？哦，来等。安尼。过来，哈哈，你这个周康的哈，有你啊真夭寿呢？手我那哦，心寒的手热咧，迄赛有开始险啊，咁样坏咯啊？剑王，真歹势，我有确实咧无毋对，也毋过吼，是毋是应该带领阮宝宝吼一时逃犯？你抱了一界，放伊一条生路，毋免互伊去吼轮回，好毋好？袂用的，这一切照规矩来，人若死，会当搁活倒转来。安尼以后犯奸的人，毋就变做人食人，袂用的。娘娘，这个人你免甲伊讲，互我倒。借问咧，严道王啊，你这法律拢你家己伫咧定呢？你敢有经过国民大会，敢有经过立法院的通过哈？我有经过33天决定落来。33天，33天第外你管袂着啦！我讲你听，你这吼真正就是一意孤行。我一意孤行，对，我是照道理行，唔对就是唔对。吼，你真歹咧吼！啊，敢你地下是甲乱来乱去，你真正有遐皮咧上咧哈！我当时陪你进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天庭哦，你是阴间的阎罗王啊，尔哦。你若唔紧走哦，小等下互阮玉皇大帝若是出来了后，我甲伊拆家罗北。玉皇大帝了，蛋哒啦蛋啦蛋哒蛋。哎呀，老大，啊你真是来啦？无啦，我比你较细啦，好你是我的大兄啦，啊我今日专工来甲你看。好，是大。喂，啊你顶回毋是讲你的部下人对，你拢会处罚，啊你敢有啥安做？这老兄弟，你放心，那我的部下，我的伙仔，做唔到代志，我会处罚。你放心，你去带走啊！小等下，我袂讲煞。好，哦，你安怎要甲我拖过啊？哈，我甲你讲，顶下我有甲你讲哦，你的部下犯对，你要处罚。伊今仔日啊，这个周康啊，搁地下室啊，哈，伊遐甲我救人啊，好险去赛，开始要甲你害咯，啊敢对？这哦，啊咁快有对，叫脾气。有影哦，哎，较低咯。你放心，我的部下既然若做出对你无礼貌的代志，我自然我会甲处罚。会甲处罚咯？你放心。好，我搁相信你一遍。后回若搁安尼哦，你周康免当我笑，要做你个累死。好，人你会去查找，好，啊，互我一下面子。好，来倒来。玉皇大帝啊，你怎么安尼遮尔无能？阎罗王啊，伫咧阴间安尼带人来，甲咱遮甲咱大细声，你面子一点仔都无存在，你哪会免让伊啦？你知唔知？你受够低落呢？以后我叫你讲哦，普通时啊无代志，就去连的喊雷。怎么你嫌人迄起遐见的？你安尼喊甲叫我出错？伊正面向我有想要讲买水，我哪知影去？你受影哦？你讲我假设甲你讲，你就是咧假应啦，哈？你较差不多了。我甲你讲几啊摆个啊，讲恁大家今仔日死啊，迄是天意，咱袂用去违背天意。你安尼哦，佫偷偷走落去安尼地府要去甲伊解救，即落严重的代志，你是安怎无讲互我知影？我都无咧讲过，叫弟你慢慢安尼啦。大概拢讲用天意咧甲我翕，
怎么讲哦？我是人啊，人若变身的，我爱有人情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着已经放掉讲哦，我着袂使去救阮大家啊，我搁去，我甲你参详，我着要你戆过。哎，讲安尼讲一句来一句去啦，讲我讲一句，可要引爆偌句啦。哎，今仔日我甲你讲哦，今日拄着我安尼性地你好，所以我今日袂发脾气。我甲你讲，以后你若阵啊，搁偷偷走落去地府要搁解救恁大家啊，嘿，我马上甲你拍落。你讲啥物？阿 B 18地狱。阿 B 18地狱。你笑啥？你若甲伊去啊，伊18站，你拍落19站。哇！哦，师啊，一首甜甜说来过中间，嘿，这可能玉帝要秀咱的哦。客宾玉皇大帝，多谢多谢。多谢玉帝。珠宝唔是要送互你的，要送我阿牛。要，迄规手的珠宝拢要送我。系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回是要补偿你，因为啊，你的老母啊已经过身啊，也你伫咧凡间算讲无亲人伫的，所以吼，我咧烦恼讲哦，你以后后半生哦，伫咧人间哦，唔知要安怎过，所以哦，我送你珠宝，吼，互你好好啊过日子。玉帝啊，我无爱等凡间啦，迄珠宝我嘛爱啦。我，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我看安尼啦，互阿牛吼，留踮我的身躯边，啊，互伊入吼迄个身班，踮我的身躯边哦，我照顾伊，安尼我工作哦嘛较有精神。哦，哎，吕公啊，你有什么意见无？我没有意见。好，来呀，酒盘你们。哎呦，对，等伊两块杯仔百外斤了，我盘啊，佫会错啦。去，摕互啉。是。阿牛，来，这杯啊，互你，这杯啊，互我，敢若好亲像哦，咱成亲迄个时阵安尼。后摆哦，你定去做新鲜啊嘞，来，我敬你。玉帝，多谢哦，多谢。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多谢。客宾玉皇大帝啊！拄则迄是啉这是啥？咱安两个拢死死混混去啊！对哇，玉帝啊，你拄则迄啉的什么交配酒啦，遐强。哎呦，这不是交配酒啦，啊，无啥？我甲你讲，这就是咱天庭啊，叫做孟婆汤啊。啊，孟婆汤，对啊，有爱孟婆汤啉落去，因就将这进前所发生的代志，拢总袂记哩啊！对啊，因为哦，这个阿牛啊，伊即摆还佫直咧受因某，所以这孟婆汤一个食落即摆分去。等下我派天兵天将送伊落去凡间啊，等你精神起来，伊会当做是一场梦。哦，以后所有的代志拢袂记啊。嘿，是讲你都互阿牛啉倒是安那闪电牛也着啉。哟，闪电牛当当时要起来天庭的时阵，伊就是无啉即款的汤，所以哦，伊念念不忘伊凡间的大家。所以就是因此就讲，伊安尼落去地府，要来去救因大家的代志发生，起码互伊啉落。等你静静下，一切代志啊，拢总是一场面目。哦，安尼代志是毋是圆满结束？嘿嘿，我甲你讲吼，为着安尼吼，我要甲你做一件啊亲事，你想安怎？玉帝啊，是你边仔这两仙会多一仙哈？这块糟干啊啦，我家己要使用的啦。哦，我甲你讲。我要甲你做迄个某啊，就是闪电牛啦。啊！要嫁互你，玉帝，我娘哪会要嫁互伊啦？这回啊，叫牛做伊某，翁仔某斗阵出去，也若准啊讲凡间发生什么恶逆还是不好的代志啊，若要讲的时阵哦，闪电牛先闪看卖，闪了清楚啊，看讲会用讲，雷公才会用讲，安尼较袂去拍着无辜的人啦。一战，玉帝英明。哇，搞，遐一群仔的囝阁死遐多哦，大家面拢，哎呦，咱拢成你学生啦。无啦，迄讲做胎教。哎呦，若要知影讲你安尼遐后生哦，后摆哦，等你就快活咧。后摆若顺路吼，你会搁在厝休困，干那派你遮的囝去顺路哦，都已经有够啊，若佫无够，佫加死贵啊。无啦，生囝原来毋是安软了，是讲大弟啊，你毋是有伫讲咱天庭伫要实施儿童福利法，到底一个是要补贴偌济哈？这个嘛，
暂时无经费啦。等你要有经费的时阵，才拨互你啦。我的减哪干那遮尔？有，还佫有哦。还佫有一个大汉的咧。知道。走带哈。等下。我来遮啦。爸，即摆是阮兄弟姊妹咧点名哦。嘿啦。唔惊减，唔惊减，你爸迄边去，你若敢要杀出来再算啊？哟，爸，你这物件吼，足好耍的了。唔当我别搞，真的啦，唔当我别搞。你累讲啊囝啦，哪会安尼啦？我叫洪大弟呢，你连我你也要甲我喊落去哦，无意思。